徛在地看世界，继续来看目前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已经破2000万例了。美国有500万例，巴西300万例，印度200万例，这3个国家加起来拄啊好1000万例，就占全世界确诊病例一半。随着经济解封，学校来开学，欧美国家新一波的疫情恐惊会阁亮起来。讲这个西班牙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英国，将做欧洲疫情的新灾区。为着得到联邦的补助，美国足侪疫情还阁真严重的地区拢开学啊。美国总统川普嘛认为讲，囡仔袂去话着啦。I think tha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do very well. I mean, they don't get very sick. They don't catch it easily. If we just act like the virus isn't there and it won't work. 伤早开学，互疫情愈来愈严重。美国小儿科学会表示，7月进前2礼拜，全美国有10万个囡仔确诊。另外，德州嘛变成是全美国第3个确诊超过50万例州。全美国经过17天尔，确诊的病例就对400万例，一时啊来到500万例。根据路透社的统计，对正月武汉第一例到全球确诊的病例破1000万例，差不多经过6个月时间。美国、巴西、印度3个国家加起来，就占全球确诊的一半。但是对1000万例到11号全球破2000万例时阵，敢若经过43天。死亡的病例占全球28%的巴西，社区的传染一波搁一波。巴西决定大规模注意封城，就是为美国和中国迄边来的疫苗，希望讲会当产生防疫的效果。欧洲嘛，因为开放解封，抵输第2波的疫情。这几天西班牙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英国，变成是欧洲疫情新的灾区。Suppress.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，新冠病毒和流感的病毒无同款，如果若是放松，可能就会愈严重。所以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伫学校，还佫有户外强制挂嘴暗。